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。在我们今天晚上恩典时刻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会，让我们在祷告会里面重新的得力。申命记29章第9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，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。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神与我们之间的约，上帝的话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家庭一切都事事亨通。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需要神。藉由诗歌，每一天我需要你，我们得着上帝的能力，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为今天的聚会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渴慕的心，祷告的灵，一起在今天晚上参与恩典时刻，求神同在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，每一天我需要你。
每一天我们所需的，他供应我们，让我们所求的都得到满足。在这首诗歌中，求圣灵再一次的帮助我们，赐下渴慕的心，来得着神话语。我们愿意渴慕神，这样子的一个心，愿神来祝福。也因为渴慕的心，神就赐下丰盛恩典给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是深深的渴慕你，需要你。主啊，不只是在外在环境的不安，更是我们内心时常遇到的孤单、害怕、恐惧，甚至是这个时期会有的沮丧。天父，恳求你深深的供应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是极为安稳的避难所，帮助我们在你的避难所里面，我们得以更深的用你的话语，还有依靠你的圣灵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加深我们与你的连结。亲爱的父，因为这个时刻我们更深的需要你的声音，更深的需要依靠你的圣灵，所以恳求你在这方面丰富的供应我们，不使你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受到拦阻，也不使你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不被听见。父啊，你的声音，你的话语是我们极大的安慰，也是我们极大的依靠。谢谢你帮助我们依靠的时候，就知道你的恩典是如何丰富的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，帮助我们一日一日仍然能够前进，仍然能够怀着盼望来迎接那将要来的日子。愿你把这样的安稳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叫我们预备那将要来临的时日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结束在神的旨意里祷告，今天要继续以神的话语来祷告，并一起勉励始祖亚当夏娃没有按着神的命令，听了撒旦的话，而失去与创造的神美好契合的关系。数千年后，撒旦仍企图对耶稣使用同样的伎俩，就是当撒旦在旷野中试探耶稣时，耶稣回答说：马太福音4章4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记载，耶稣教导门徒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寻求，求字意味着需要，意味着希望或要求某些东西。当我们凭着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将神的话带进我们的请求，带进我们的需要，生命的盼望中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神期待属神的儿女回归到神的话语上，因为单单在他的话语中，就能验证我们在神宝座前
祷告的祈求和宣告。当我们如此做时，是一种信心的宣告。换言之，我们必须借着神的话，特意说：“主啊，你的话语说，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所以我们祈求得着医治。”或是主啊，你的话语说，你必照着你荣耀的丰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，所以我们祈求你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。神因着他信实的话来成就。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祷告，也就是让神对我们的祈求负责。何西雅书14章第2节，先知何西雅说：“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：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。这样，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”因此，我们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，承认上主的伟大，并祷告与他的话语一致，神就赐下尊荣，并成就我们的祈求。所以，当我们祷告的本质是上帝的话，并且我们与神有正确亲密的关系，神就应许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当如何才有正确的祷告呢？我们要在心中开始以神话语做基础来做祷告。请记得，我们必须停止以情绪为中心的祷告。我们的情绪会随着生活或是短暂的状况而有改变，但神的话语是不变的，它不会改变，不会自相矛盾的。因此，我们基于神的话语的每一个祷告，都必须诉诸建立在并且承认十字架上的得胜，是靠着十字架能力，靠着十字架恩典而得应许的。耶利米书1章12节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这是耶和华上主亲自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，更是对今日的我们要说的话。因为神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，来成就。恳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神话语中更明白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能力激励我们的心，有热忱，渴慕神的话语。诗篇第1篇第2节，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被为有福。所以，我们一起呼求神，求神的话的大能，就是改变人生命能力。这能力你我经历了吗？请大家一起祷告，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接着，我们为着信仰根基，建立在神话语上，与行出神的道来祷告，也为自己、为家庭、为工作、服事，荣耀神，借着神的话来荣耀他。另外，我们为着扩展神国度施工、扩张境界、传福音祷告，期待我们因着圣灵的能力、神话语的帮助，在这3件事情上，我们同心合意，开口来祷告。
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走在神的话语当中。因着这样，我们能够为自己、为家庭、为工作、教会的服事来荣耀神。更因着你话语的能力，让我们渴慕在扩展神事工上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传扬福音，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让我们的心渴慕为神来做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唱诗，愿让我们借着这一首诗歌，继续以祷告的心、祈求的灵，在神的面前，将台湾、将自己、将家庭、将教会以及全球的疫情，都交在神的手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台湾的平安，还有全球疫情的控制，以及台湾面临干旱的时刻，我们谦卑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恳求牧师来带领，你们又在自己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同心开口，为这些事情，我们一起恳求来祷告。谢谢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全世界有生命的都是你所创造的，包括这些病毒，包括这些微生物细菌。但是神在这个世界预备了一个平衡的状态。不过我们要谦卑，知道我们人类因为贪婪，因为许多的开发，让这个平衡的世界遇到了挑战。到最后，很多的疾病跟病毒就跑到人的身上来了。神啊，我们恳求你怜悯，让人类知道，我们要学会谦卑，学会顺服神所做这个美好世界自然的平衡。在当前这个疫情还严重影响全世界的时候，许多地方需要疫苗来产生抗体，让这样的疫情能够渐渐消除。神啊，求你是给全世界，特别
这些有力量的国家，他们不只是自己的国民有疫苗可以控制，也愿意将这个宝贵救生命的疫苗，能够分享给世界许许多多困难贫穷的国家，让全世界所有的生命都同样被保护，同样被照顾。同样，我们也为台湾来祷告。在这一波疫情来的时候，我们来不及准备，许多的慌张，许多的困难，许多的感染，还有甚至为此牺牲生命的，我们求你亲自怜悯。这个时候，全台湾所有的为疫情来努力付出的医疗人员、工作人员、警察、消防，还有地方的政府官员，求你赐给他们力量、智慧、信心，特别是有足够的耐性，能够阻挡这一次的疫情继续蔓延。尤其全台湾的百姓，我们愿意能够忍耐，保持在家里面的一个居住，不在外面接触更多的人，让这样的疫情因为我们的忍耐、我们的付出、我们的牺牲，然后它能锻炼，不再继续受感染。神啊，求你怜悯，让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付出，这样的疫情早日能够恢复平安。我们也为台湾之前几天有得到雨水，暂时解渴，但是缺水的情况还仍很严重。求神亲自赐下更多足够的雨水，让我们知道水资源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不止不浪费，而且要更节省，也让全台湾各地大家都有足够的水可以运用，包括有这样的电力也能够足够的做供应。神啊，我们知道这些软弱跟需求只有神能供应，求神亲自降下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这时候，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相通，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。让我们这段疫情当中，亦有神的保护，我们出入都平安。愿三位一体的神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跟保护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空中、在线上参与今天晚上的祷告。虽然疫情还没有马上解除的迹象，但是求神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不论是工作、买东西、必须外出，都有神特别的保护。也求神带领我们这一个疫情能够早日解除，大家能够在教会再一次见面，一个实体的聚会。请记得我们在礼拜天2堂的礼拜无论是台语礼拜、华语礼拜，请预备心，大家在礼拜天同时一起来在空中来敬拜神，求神保护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彼此来问安，跟你的家人，大家彼此祝福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，平安。